原来是你们两位来了，正是我们儿孙来了，来了就来了吧。妈妈，我们今日提来恐不平光亮啊！我们替你请了一位陪人爷来了。陪人爷，快请哟！他可人长，快都走，他是2年前嫁给爸爸。哦，是公主啊，快预备点心。妈妈，他就是大名鼎鼎，原来也是皇上是第3公子王金龙之一。是个贵人，快点让人请你为贵人结婚。不过这娘，苏三姑娘真有病。即使有病，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你玩啥什么花俏？刚刚王三公子还为少你这个。哎呀，这个日子让我经济款款，他才能出来接你们啊！算是你们的勇气，也是你的勇气。hai位师兄，即使苏杀有病，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累个方丈，下次再来就是。哪里是苏杀有病，是妈妈有病哦。妈妈，她长得吧又瘦又小，真是她有病。她生的是人之病。师兄，妈妈是子龙桥，这位苏三姑娘一定是身体伤去了。王师兄。
师兄又往何处？这里与苏三姑娘陪你谈心。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哎，公子，请啊，嘿嘿，请。法名苏三，哦，对，是叫苏三，是叫苏三。我已经知道了，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望京楼。大义人哦，我自当从此今日家里
人在十分芳名今日有约为姑娘，姑娘啊，我要想公子太强你吗？我要想金缕长飞花，百万姑娘是罗莽。你解救清醒！来，我们要快，莫非受伤怠慢不成？不是今天怠慢，为我节约要走呀。我还有事就此告辞。那么这些银子就作为走次。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哎，公子，妈妈，我帮你往公子明天再来。明天来啊，明天来啊，妈妈，你交上的好用，可不要忘了我们的好事啊！我家三姑娘已经听着，当然忘不了明亮的好事。明天来啊，来，明天来啊！哎，送卡，送卡。想不到快乐山中，准备好，三针黑皮美酒佳肴，同往苦城安排，马上续笔，红州高手。哎，王公子怎么还没有来呀？王公子他不去来山给我今早，不知他打来银子多少？哎呀，妈妈呀，妈妈，3万若7两即可就到。哎呀，3万若7两，真请了一个贼人路上，可惜我这旅程远的地方太小。
刘春元不放小不要紧，只要在后花园少起来不日。哎，妈妈，你看可好？好，爸爸，这叫王公子在后院给一头把花亮的，哦，也太好了！哎，苏三姑娘王中都要放上金杯玉盏，彩杯彩杯。好啊，好啊！这别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哎呀，我家三姑娘有今天子，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好，一言为定。今日动工，发下银子即刻动工。这要吩咐嘛，马上就照办。哎，好。哎，王公子来了，银子也来了。不要想你，来，那你有真心就挂了没？
牛郎吹，牛郎这是个好名字。自己不送花大礼，在四目相许，一花一语，一杯有伤。妈妈。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呀？妈妈，我已经将帅子给名要当成了。啊，连名字都给了。是啊，是经过送花上去，在四目相许，一花一名。妈妈，你与我赏他银子5两。赏你5两，多谢公子。妈妈，赏你。这，哎，你倒真想要5两银子啊？快去！怎么将金库换下而去？身上没有银子，你还摆的什么架子呢？妈妈，没有你的事，不要你多嘴。王公子啊，不瞒你说，苏三不肯再接别客，我哪有赏银的经过啊？妈妈，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对呀、我带来36000两银子，一年里到难道都已用完不成？哎呀，我的王三公子啊，36000两银子哪里能花上一生一世啊？我为你点了不少银子的。不要啰嗦了，我再写信回家去催，银子接着许可寄到。王金龙，当开天仓4两万，你下了许多心去，连一分银子也没有打来。哼，我眼子已经开不出门来。哎，这里是妓院，不是奸赃。公子，王金龙，你银子打来边嘛？要是没有啊，怎么样？我帮助妈妈扶起。公子，想不到神经是此代佛。哎呀！想当初，我最大360媳妇御用金院门，当日奉人小李宁，王八的女英连生，暖不日自我造，再给一首百花丁，骑马金杯与玉在，御马吹波与彩铃，想不到自己唯有1年整，36000人举一花回人，当日死里彩笔金啊，人与相随真情分。全公子莫为此事太痛心，苏三与你杀身
明知不从情，想你年少放青春，原应该立志都是情发分，情来岂是举绿地，公子啊不是早人为暖情。也不愿公子离去，怎奈你哪有银两给妈妈使用？相父你不信，请我不少银两，对我前去问他们讨完一了。公子你差异。你不听家人居荣家不听提取名字去家湾，自恐他快到一路人劝公子谈起生死别离劝公子为家都是鞠躬苏山立志常相随，愿力金榜高第名，当那日名正一人来出生，我与你夫他无罪，永安情地。看你这个有理，孝顺证明就是。这样最好。只是我要为国难军啊，路途遥远，没有我在寸步难行啊。你拿去在玩里面。这乃是你让你妹妹心爱之物，使不得。既用这东西，还为什么礼物？是我金龙手指有鬼。只要公子别忘给他指示，我把书上一批自己也就是了。是不学三经。苏三，
下了。轿子已在门外等候。公子要为暖亲，传旨不忠。我正苦趁少相出门之便，想愿望姐妹上家人娘。妈妈，我先去。好，哪里？你快陪你弟弟先去烧香玩牛啊！弟弟，走吧。少爷儿子，我去就来。当初有情听得意，此今不见被小人心。哇什么？哪来？什么银子啊？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银子家里就会寄来，我现在就要。现在没有。没有，你我走。走，就是要走，也要等三弟回来。没有钱，万一什么3计4计，你对不对？不对，我走了。走。我管你！哎，这是什么？哎呀，王公子啊，我是与你开开玩笑的。哎，我知道王公子有的是钱哎。啊，这是蜀山姑娘的首饰。哦，不要脸的穷光蛋，偷我姑娘的首饰，你管不就管？哎呀，走！我调不离3秒之用，官之穷为王金用，蜀山同法开机。老娘的好家好啊用啊！此君今有这样巧女公子在关王庙，三姑娘几次三番相托告，求我要把三郎走，这正是得破挑夫行刺，我立刻到刘城院中把行道他咬着牙关不出声，我当断一边难消恩，难消恩。呀，妈妈，死小鬼，你的人生气啊，把老娘的家也打通了。哎，你来做什么？我接三姑娘送信来的啊，送信哦，是送花。哎呦，
他也不肯接，晚送什么话？哎，妈妈，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哎，自从做了王金龙，他天天生病在房中，3天不能起过床，越哭越闹，发蓬松，一日3餐不肯吃，要他即刻死不中，死不中。那你劝劝他呀！哎呀，我硬的当了女的红，杀多了这根不中用，中用。妈妈不用担心，我经过替你去劝，他连我的话也不肯听，你怎么劝得醒他？哎，晚上让我再去当太子，不把他不起来。你看，哎，妈妈，哎，妈妈，哎呀，妈妈，妈妈，三姑娘是你刘春月的要妻子，万一耽误了身体，你妈妈去讨谁呀？妈妈，不是我经过夸口，只要我去劝啊，只要3言2语，报他为心罪意。哦，要是你真的能劝得醒他，妈妈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哎呀，有什么好处啊？就你1两银子，他少，那么2两，不够，好3两，5两，5两，要是劝得醒他，5两就5两，一言为定，谁会拿你？好，我要劝了，那你快些避开呀！老娘在此何方？妈妈在此，我就劝不醒他。为什么？哎呀，妈妈，哎，生要离，死要避，你妈妈在此，就是劝醒了他，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啊。哎，我要是劝醒了，他来叫我啊。哦。三姑娘，三姑娘，进宫里来了。三姑娘，你的喜信来了。哦，我被王公子引下了。公子他，进宫你快上上讲。公子他怎么样？他现在是在哪里呀？公子他是在一位王爷府里呀。王爷府里，公子他从密室起步，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你去那位王爷啊？三姑娘，你也知道的。他本是憨憨有名，最不像威风凛凛你气高，胯下骑的插兔马，随上府的青龙刀，正在那胡老关节嘴里不花用刀上放上草。这是关公关王爷，我问的是王公子是在哪里？那王公子就是在关王爷的府上呀。公子是开出院门不得看，只得落靠在关王庙。哎呀，公
王爷去贫道，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他真是度日之年真难熬，只怕三季到来到。公子啊，你快来挖了落下。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妈，那王伯伯儿怎肯去放你走啊？这如是好？苏三姑娘，我倒有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快讲。我不为账。为了公子，你非常不可啊！妈妈，哎呀，妈妈来了，快站起来呀！妈妈来了。妈妈，三姑娘她疯了啊！哎，你懂这些什么啊？我正在劝她，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哎呦，苏三，你怎么了？哈哈！妈妈，他把你这个老不是，你这个老不是。他骂你这么晚不死，这么晚不死，他骂你今天就要死，今天就要死。你们快！天边上降下了一朵祥云。原来是居家在边，你不是还王爷吗？苏三，你醒醒，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啊？你们快啊！快！是那青龙的
我在关王庙里少换了一姑娘。哎呦，你们看清节目啊，关王爷当了我。哎呦，你们不快本相替看姑娘求情啊！阿弥陀佛，关王爷不上，你是放下素山吧，我离开这个关王庙这个玩意那一次关公啊，出山还愿，心花我关王爷高香啊！你是放下素山吧，我离开这个关王庙这个玩意大家去意。素山，素山，你醒醒，素山。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关王爷谢领了。哦，关王爷，他要你立刻到关王庙前去还愿进香。哎呀，妈妈，我要多事了，都因为关王爷呀又要发怒了。阿七，这里，陪你弟弟到南面玩意，到关王庙就去还愿进香啊。姐姐，苏三姑娘坐在门口等你啊。妈妈，三姑娘穷醒了，5两银子可以借我啦。去！我叫你穷到晚好，一穷就你穷疯了。我忘记你银子了。哎呀，这是关王爷发怒，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你说老娘都美。他们国州王公子也是用的这一招，今日你的公道做得好，钦差关公走
独生男，一岁来不分房，把天飘不夜想不到三弟真的会来大姑娘，素才无时无地，我在当听公子下落。公子，您今为了到这位环境，哎呀，我的也罢，努力去发现口，王八儿兄子笑，狠心将我赶出门，我受尽几害无耻高。我是为我的家乡啊，记不得爹娘，落怕看的有最小。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他们是不念究竟发讥笑。我几次上门来找你，高儿子去放不起来做娘，幸亏经过把心做可不下为这怪我命。
下屁股妈妈记茶苗，张平张方与张人谁能相见？回家进到去，这样才好。夏公子满腹文采，出口认真，只要用功读书，定能进邦的。可是我要为转南京，路途遥远，没有船只，是无云端。再贵呀，再贵！苏三早已想到，这些人俩人与公子作为路飞。哎呀呀呀！你此生三季相处，是王金龙命官非夫啊！苏三给他去，只有一事。三季军将，王金龙无不聪明。公子啊！来在亲，天涯茫茫女子心。公子啊，我苏三好比花芳人，你把我逼走来。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今日花开多美人，蜜蜂梨花不离分，但愿花香三落时，那蜜蜂不要一去无依。太平欢喜，我王金龙就不是忘恩为义之人，我愿在圣地门市。胜利在上，我王金龙有朝一日金榜得中，就不顾为赛金。
把我终身是哦。对对，不能混着大小，黄金龙上不去苏山，叫我不得好事。公子已上了，苏山年轻人前一表心意。在临会上，公子非我不去，莫非公子不讲？为难君早传家印章不肯见客，留在家里无用啊！他要去就答应他，倒可以嘛，趁此机会捞尽一笔身家银子。对，三大爷。
我这个要紧事啊，我老来指望将他一，你要去他回家去，三个人子。府上有名气，今年三不着急，你是多少就多少，我定要娶她为三妻。好，既然大爷上去，我也不多啰嗦，做媒的银子嘛，是300两，要当称的身高嘛。是一斗金子，一斗金子，一斗金子。好，我这里有银票1张，你们先拿去。有手叫你，有手叫我，我当才马上随我走。这，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成？沈大爷，不瞒你，沈大爷是要当城南望究竟，不肯再去别看，所以嘛，必须用计相骗。原来是此。我倒有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写一封假信，就是那王金龙他的中文相，要你沈大爷被他动往乱京，这岂不就到了30？好计，早见大爷。几年要当成为来啊！你还吃醋吧？哎呀，哪里是吃醋？只是又多了一颗严重之敌。既是严重的，何妨把关军？此话何言？我有妙计，你请讲来。不能信下为是深夜里，还是深夜里？被讲的被你看见我当成，看见我当成，岂不是已经送上表？已经送上表，用他严重的，用他严重的。
岂可永足夫妻白头到老？永足夫妻白头到老。对呀，有理相守。我到红东院衙门再去马通官府。牛蛋菜，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沈大爷，你为什么还不陪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牛蛋菜，你那次我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大爷，你也在这里？我是叫他蒙衣服的。牛堂菜，你将做羊肉面端去大爷去。是。大爷，大娘给你送来了羊肉面啊！我家大娘真以为啊！牛堂菜，你也吃一点。我不吃。味道不错，你少吃一点吧。牛堂菜，你让我真的陪你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难道你是骗我？牛堂菜，我与你才是了吧。了身家林子越更天，美女回来做小心。你是我当真？我这就是邻居，哪来？大爷，今次以来满川金，苏三大龙四处。去南京，在自己用心随机。陈大爷，请你放我走。哪里有这样容易？牛堂菜，光进龙里去无平息。我不是这次被我相佛为，你也是我身家人，再想回去还不来。你上屋里起来，我的三堂子进衙门，哈哈哈哈哈哈！山西老虎举衙门，谁不知我？我陪你高来高去，高去高来高，我不追牛堂菜，你还是从了我吧？你不要做梦！
让我走。我走，我走，哎呦！
相见，再要团圆意。苏三，你一路之上开花少情，见鸟脱心，地地口口雨有用。哎，记吧，老爸，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冤枉！吼吼！我从公道到了一时的家产，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冤枉事，见到了多少冤枉人哦。老爸，我有天大的愿望，但不知是在等从天天上。哦，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还会有天大的愿望，倒不妨说给我听听。老爸，你听了。哎，苏三，你讲呀。愿与真情真爱，看的是高儿快在四头起，明的梦啊，出了什么事？家三，你既不关心家业富少，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迷中我呀比不上，你是大娘很心寒。既不是你下的头，是我就在对大起家呀！你我是吃饭人上恐怕是水落石出。希望你这一哭，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哦，不必难受，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再过路吧。多谢老爸。唉，这么大的大热天，我唱着鬼子酒还要启程，你背着重杆拿酒的头，来，我来替你拿下来吧。老爸，想是乃是朝廷王法，怎能取得？这天高皇帝远，吃了贼还过什么王法批法哦？多谢老爸。老爸，你真是个好人。好人，哎，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老爸是此女婿，长无儿女，没有儿子倒也罢了，连孙子都没有希望了。老爸是不义气，苏三人为明明一女，你知意相是哦。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呢？死不得，是的，死不得，是的，死不得。
第一代呀，女儿给帮，女弟女女人，在跟鬼子隧道见面里，你插个嘴吧。多谢弟弟。青衫女送长眉，定然是生计所怕才无奈，怪说分离也伤心，二哭完分手两心，他不给放为你无才情，我为他真的多少喜欢你，到头来家路没有生意灵啊，过日子又在看小莲女不结婚莫上门，姑娘年轻当初要件事，到神老之王就当做马路上，
带什么良心什么爱，还不是王军把人我身听啊，三苦恩父上生意里，他不给表院打来一堆金，每人家人三八两，还有三西人。这种人真是该死，原谅我秋天就三七四七。同台湾共同愿，爱我愿望，这也难怪，一个男人讨了两个女人，迟早要进去出海风光了。三班呀，有一分当你家出山当当车来来。常言道，千里走官只为财，官不太早，岂不要亏失老本？你不走，他只好用刑；他一到，你就走，他的道就退了。哎，苏三啊，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我有事有闲有苦爱在红洞院里什么？红洞原来无好人，那不用说，我也不是个好人。来来来，把这个打上吧。嘿，我一句话儿出彩开，地里一把怒气生，我走上前去马来里。好女儿，我那么生气，弟弟，对吧？弟弟慢来，谁与外地姑娘想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在人间里下日月，是今带我去做高人哩。此次也好，对吧？
前面大老远到此来了，你那万载之身道路冲到难免病月之苦，来，快再为我多比一把。小白是比较实在不来，那么今天拿下去头长，就拿长
女儿，蜀山此去好有一比，你走嘞，正好比女儿罗马，欲去无为转。但愿大人为国听罪，能看看你的死罪。怪物因我不得去的啦，有罪不管罪，是牛罪得去的啦。邢大人，哎呀！有点头昏。请问大人，此案初闻。此乃是美说生命的案子，哪有不闻之理？大人真是爱民如子，此次你我大家同生。二姑可有长？与站上来。问你可有长？你是有，叫你站上来，有是无，这是无道理。是你是不叫无来，看大应是老大人开一席之恩，将万母当堂结束开讲，万母纵使究竟，也是明目。请问大人，此意可免？免。来，当堂批书开讲。是。外母早上之上面一书来，大臣有兵。有当才会慈悲。
来生得亲，生得亲要分高明。是来定着要生，定着要生，要问。啊，两王在退，老下死哎。问啊！讲吧。见面银子300两，吃一杯香茶酒斟，一目看来啊，嘿嘿，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大的阔靠。哎，哪里是可靠？分明是王明忠吃了股把家之身哦。弟兄，你不会的呀，那王公子可以说这是一个阔靠，算不得，算得。哎，弟兄，大人是算得吗？你我修实是算的呀，算得。难道你吃的银子，穿的银子不成？哎呀，你兄想他园中是有花笔。二大人，你怎么知道他的花笔？知道你写的是花笔。知道你写的，哎，不是大人知道的。我是有生他的画笔，遇见老勇的表康，
家儿的容下为好头痛苦再聚情，人前定下三四门。你兄人向那岳当成都是固有义气的，如见得向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河，衣衫褴褛，那岳当成还与他在一起求经，定下了黑日三门，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哪里是有义气，分明是长门之物，家境虚拟哟。穷途落河再去究竟，定下了黑日三门，二位弟兄，那若当成苦酸的一同成一生。就算他有义气啊！我打发公子去观他，看他名字为暖金。他路上，他也自己一无天庭，二无等称，用手下来300余年。对呀，这才黑夜自己一无天庭，二无等称，用手下来是只有300余两。哎呀，下去，生下去，老公子为暖金，我在暖儿上有病。公子非我不娶妻，鸟当成列子不嫁人。公子的子不娶妻，鸟当成列子不嫁人。这也是三妻。三妻，谁能不嫁人？我好儿
红洞元帅会一千两，也有分账800人，上当先当48，这不金的板子难用在一呼成造人，百无本当不少人，大浪里一笔当作无你的集中治疗几岁？在集中治疗1年里，有人前来观望，前来看望一人，那王八猫儿里，王八猫儿早已那自信的王公子。他与我才不及有情，一定是与王公子的出身的，一日杀与王公子，亲上给你一生的情。他比那王公子与你无所生存道，好不来人呀！啥人记得公子里，我总是句句一关心你。哎呀！四三郎当许久情，可是内急才自心，他句句都是真心话，我岂能听到心上太无情我当下为泪相王八娘娘不用问苏三，你的爱情本过一时，待等身份清楚，是为谁落实成，你再去下去吧。是。这大官司里头一牛当称责人放宽心，谢大人，哎呀，这大人好是去清真，莫非是我那三郎不公理？是公子就该将我王八漂亮，我用尽了不上谁失去自心话，看他自己不自己。大人有那才好兵化妆人，那王公子必出来，王公子好比你才发，想当初花开多美人，蜜蜂与花玻璃分，
到如今花香已散落，蜜蜂已去无影。来个名人必须并不此案，并不此案，理当是此，理当是此。回答。王金龙出得进来，一路之上刀斧当庭，三地下落，想不到三地却身遭不自愿，我就是拼了这顶乌纱，也要得救于他。若当真是他，就是今人，不负今晚大罪。今此一花女子为妻，有所关系。九大人，你我上天举本身上。哎呀，刘大人，此话错也。出在哪里？此故官场是西厂，女人方便，司机方便。刘大人不必过于深责。这那王金龙长远结地，归为情恩，你我位在他乡，从上只怕不理。这就是告到了他，这把父亲官也不为娘你去做，何必接下这个冤仇？刘大人不妨三思。以九大人之见，那有当臣既是冤枉，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开审有当臣，这身虽太真臣前于他，这样一来嘛，嘿嘿，你我倒尚有高升之望啊！相分来，叫早来团聚。我有人来，是谁？是我。你来做什么？是来团聚。探望什么山啊？探望山地。山鸡，这里没有山鸡。啊，探望岳当成。岳当成，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弟弟。岳当成的弟弟。哦，王八的儿子来了。奶奶。什么？考3吃3，考4吃4，开门迎子啊！哎呀，你今个要我？你什么？你什么？你什么？你今个要我要当成你的银子？今天就是不负今晚来了，老娘也要他的银子。好，经理。哼，看你到15来。好。
其实妈妈说过，就请你在应个方便吧。看你什么口里，就方便你们吧。哎呀！我打算起来做节目走了。来吧，三弟一定为你平复此爱。你如人在关谁死定了？我啊，他是女扮女郎称的弟弟，到此何事？前来团结，生意团结1万精力，来与我拿下。且慢。到今都有这事了吧？我乃是不服定而往金龙大胆！我冒充警卫大人来，掌声上前，开国明碑。哎呀，我警卫大人背着背。哎呀，该死！随着人真有只要见他，想不到这次巧遇会了我。随着人一将入党参配，愿有恩平反了结，兄盘少皆生于彼此，以怕人捉拿归案。也就是方有党称其他人提他的，快来不会拿对，奇怪，卑职对反要之故意之被人，后被取下了。众也一杯好酒也。大人从官自诩，这位大人美丽，向我用尽不忘。三弟，你们快来给我2位大美。奇官，请大人不从。